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真出名的国际美食的评鉴米其林指南。23号来公布着上新的名单，台北有45间来入选。台北济湾特别甲这45间的美食甲串联地图，讲淡水的信义线上最有17间，过来是板南线有13间，若文湖线只有2间来就榜。袂少人话讲，这条济湾线根本就是美食的沙漠。 大料甲水包鱼、豆豆、乌骨鸡、炖2点钟，到汤头顺个青天，第一档香肠套。 搁招牌炊鱼啊，参长啊丝、姜丝、蓝小油、肉质有够香，互人看甲嘴烂插插甜。广告客家方面的素食料理，今年新入选比比顶的名单，民众阁新选着。台北济湾嘛大心制作比比顶的地图，互你坐一份食美食。比比登地图中，淡水信义线是美食最多的一条线，包括鼎泰丰鸡家庄、杭州小笼包、钟家园上海生煎包以及好朋友凉面，都在比比登名单内。 亲像新入选的几项餐厅，嘛伫咧淡水信义线，贵价6点心到印度餐厅，选择真多元，拢总到17间。 三不五时，嘛是要食一碗卤肉饭，徛踮伫咧网界小王子街，路口拢是摆个热热肠。板南线顶的好食面嘛真多，拢总13间。第二车，中和新路线创真济料理会料理7间排着顶，松山新店线是有6间，文湖线港2间餐厅入选，新业小厨和潘石峰，互真济人拢敢讲文湖线是美食沙漠。我觉得蛮准的，就是有在那边上班，就只能吃 7或什么全家。 因为那边都科技园区，我觉得应该是木栅吧，因为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。我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其实就是自己煮比较多吧。如果在那边的话。不过今年嘛有真济面店红到到去，小林刷5界人气强滚的富航豆汀、英控古肉面、牛记卤味、罗记小炒含点水楼拢无排着顶。不过嘛有真济人拢伫咧排队，但是大家期待比比顶公布名单，即嘛结合地图，后面将食美食坐份嘛改变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